以物易物，来，以物易物，念3次，念快。以物易物。首先你要有眉毛，你的眉毛看起来像修上去的。尊重哦，你这对你来说很有意义且愿意跟别人交换的礼物吧。进来啊，好像是玩具哦。那我们来开箱看看吧。导演，你开的有点久哦。哦，好可爱哦。那我们继续吧。你谁？你是谁？我是99学长喵。喵。哎呦，这敢是你的声？哦，不是啊，这不是重点啊，重点是你为什么来这边？哼哼，你们是不是想知道这个活动的时间和地点啊？我就报给您知。2022年梦幻 Christmas 市集 Dreamy Christmas 就在12月24号中午12点到下午5点的圣诞市集，以及晚上6点到8点的梦幻晚会，都在迦南教会中华路49号，还有32楼。好期待哦，期待哦！我要赶快去挑我要交换的东西。好，但不可以是眉毛哦。尊重，等等。你一起走吗？ Let's go！ 走吧。走。帮他一下啊。学长你好壮哦。怎么那么多玩具啊？你不知道吗？这些都是江南教会要送给大家的今年的圣诞节礼物啊！这么多？真的，而且不止这些哦。现在台面上已经放满满了，还有很多隐藏的玩具没有放出来。该不会后面那把刀也是吧？这把当然也是喽。江南教会这次2022年圣诞节礼物真的超级大方的，给大家看一下这把有多大。哇，抽中！而且它还可以发出声音哦。雨随天缘音柱的大刀。嗨，我是美味蟹堡。嗨，我是阿月。在今年的12月啊，从12月1号到25号，每天星期一到星期六的晚上8点，我们都会在线上跟大家一起直播开箱这些玩具哦。然后礼拜天啊，非常特别，中午12点，我们会在迦南教会现场开箱，超级期待的。每天都会抽出1位幸运的观众朋友，然后可以将我们开箱的玩具带回家。哇，这太厉害了！这期间呢，其实是待降节。那什么是待降节呢？大家应该很好奇，其实就是在圣诞节准备的前夕哦。这前几个礼拜都是要待降节，前4个礼拜呢，将会点这个紫色的蜡烛。为什么要用紫色呢？象征着庄严跟尊贵。然后每一个主日呢，点的蜡烛分别是象征着希望、信心、喜乐跟仁爱。第5个礼拜将会点上一个特殊的白色蜡烛。那它就是象征着基督是世界的光。除了每天都有圣诞节礼物之外呢，我们还会有牧师给我们的经文哦。经文真的超可爱的。哇，真的好好奇牧师怎么把这些人物角色、动漫相关的背景跟经文结合在一起，感觉会非常有意思。因为你要知道，每一个动漫角色它里面的意义都非常的深。那请大家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哦。我们12月见，拜拜。拜。今天是我们的大主角泰迪，即使失败也不会放弃，非常的正面。被罪恶也被帮人滋养，有个信念，永不放弃。好，紧张。热忱，恭喜恭喜你！
大家好，欢迎来到圣诞欢乐颂。开箱惊喜圣诞礼物，我忘我了脱口罩是美味蟹堡。我是阿月。今天呢，我们要来开箱一个非常特别，跟以往类型比较不一样的。它其实是一本魔法书。之前我们都是开箱公仔嘛，对那这次是一个魔法书，但它的魔法书非常特别，它是在这部卡通里面的比例就是非常非常重要到就是没有它就没有这部卡通了。它就是核心的啦。对，就跟数码宝贝里面那个徽章的意义差不多。对。那我们马上先来看到它的外盒，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一部卡通，它叫做《魔法少年贾修》。然后这边有一个他们主角的图案，是亲人跟贾修。贾修啊，他其实就是从魔法世界来的，可以说他是一个亲人的好伙伴。然后他是从魔法世界来，那这本书其实就是贾修的心脏。简单来说，就是他的整个，如果他被撕掉还是什么的，就完蛋。对，所以这本书对他来说很重要。对。然后啊，他这本书其实就是，有点是他们两个的羁绊，就是非常的，就是要一起透过这本书，然后去面对非常多的困难啊，非常多的战斗。然后一起经历很多事情。那我们先看外盒，外盒它就是红色的，这外盒很大。对，这样像真的就是像一本书一样，然后纸盒这样子，然后它旁边都有印一些日文。对，它里面这个就是它的日文的名字。质感很好它是真的是目前哦，从1号开始开箱到现在。最贵的。对，非常特别。但是呢，之后还有更多，上帝要给大家更多。对啊。好，我们直接来拆开。好，我们来拆开来。我看一下这个，这边从开来。哇，都是用气泡壳去做这个防撞。这样。好。它很特别的是什么？我刚刚拿起来真的好厚好重。对，它保护的很漂亮，你看，超厚一本很新哇，我来仔细把它打开来看看。而且它的那个书封面啊，真的很像一般书一样那种皮的材质。我第一次拿到手，拿书本拿到手会发抖。你看，给各位看一下，你看很大，有没有？超大的，厉害的是什么？它外面真的是像那种仿皮质的那种感觉，摸起来真的像皮一样好强哦！哇，好好看哦！你看它上面这个，它两面好像是一样的呢，对啊，一样的。然后这个其实我有点看不懂，但是反正就是它动画里面的这种他自己做的符号标记，然后它上面都是写一些密密麻麻跨模的字哦，应该没人看得懂吧？我也看不懂。然后它是有那种凹槽，对，它的这个字啊，立体的，都是立体的，凹面啊什么的都很棒。然后它里面有一个这个说明书。那说明书为什么要有说明书呢？前面几个都没有说明书，为什么？因为它可以互动，这也是这本书这个玩具啊带给大家最大的意义之一哦。你看它可以做很多互动，里面那我这个就不打开了，留给我们得奖者自己去好好品味一下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怎么样？说到书嘛，当然不只是这样啦，一定要打开来啊！打开来嘛，哇，有没有？一本真的可以翻的，真的是书哦，真的是书，有没有？它是书，然后里面每一页都不一样，都会有密密麻麻的看不懂的字，对不对？对。然后给大家去文字就是卡通里面设计的，对，太多页了。然后重点是什么？它还可以互动，我刚刚说互动嘛，对不对？比如说压这个，有声音你们听到声音？会亮，给大家看，它会发光哦。哇，真的是魔法书。这个是这样子。等我一下，然后再按下面，我看一下，它好像有2个按键，它下面还有一个按键，它都放在那个文字里面，在这两边，主要是蓝色的这个字可以做按，有没有听到？这是他们决斗的对话，对不对？对，这是贾修的声音。这都是它里面这大绝招宝杰卢卡，哇！超帅，然后这时候就会有那个大绝招的闪电出来。对，那重点是什么？它还可以就是互动，就比如说我念 Sakura 的时候，它就会有那个声音。但是因为现在好像算蛮安静的，然后念那个它里面的那个绝招 Sakura 的时候，它就会有跟着互动这样子。
就是这种感觉，它就侦测到你的声音，所以它是可以声控的哦。如果说外面很吵杂不好玩的话，那就直接用按的也可以这样子。对。但我觉得这本书它的意义就是，它在那个动画里面嘛，它不是跟亲人嘛，然后这个就是刚刚谢宝有讲说这是假修的心，也就是说他一旦被毁损被怎么样的假修他就会受伤。假修本人再怎么样都是算是可以说是无敌的，怎么打都 OK， 但大家就要攻击这本书。所以说呢，有没有你再怎么坚强，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怎么样？彼此尊重，互相去理解包容，然后我们才可以一起去做到很多事情。他这本书里面，他那个文字为什么大家都看不懂？因为他在动画里面大家也是看不懂的哦。那到底谁看得懂？就是当他们有彼此尊重、互相包容、理解的时候，那时候就看懂了。对，他们就会突然像数码宝贝升级一样，但他们是突然看懂这个他们的字。然后就能够念出来。像刚刚我不是说 sakero 吗？它里面就有 sakero， 那它那个 sakero 其实他们看懂之后才念出来，或者是包 sakero 卡，完全不知道在讲什么。随便乱念。然后我们就这样念出来之后，他们两个心灵就会连接起来，才有更强大的力量去对抗其他的敌人这样子。哦，好厉害啊！而且我觉得最厉害的是什么？亲人他刚开始是很不相信的，是不是？像我们很多时候，比如说家长啊，像我以前我还记得我妈我爸跟我讲一些事情，他们说然后跟我讲一些你长大就懂了。然后会这样。对，然后我心里想说，应该不会懂啦，就是可能就带过。为什么都要等长大？对，但是这句话当时听起来不那么经意，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到了一些30岁啦，对不对？我就开始能够去理解说，为什么当初长辈会这样讲，会跟我们这样讲。然后我觉得如果说当时如果说很多人不懂，但是愿意先去相信的话，那是不是就会感觉好像能够更多理解很多东西，提早的那种感觉，不会走一些冤枉路。对，所以说那像里面的那个亲人男主角他也是学生，然后他后来不懂，从不懂开始，然后原本不相信，到变成相信的这个过程，他们两个之间就变成更强大的力量，变成更强大的羁绊，然后到了最后就得到了，就像海贼王一样，就得了那里面的王那种感觉。对，所以说我觉得书是象征假修的心，每个人里面心中也有一本书，那个就是每个人的心中意义就像那个心一样，不知道你会放在哪里，但是对每个人来说那个意义都是非常大的。对，而且每本书都有不同的理解。对，然后就看自己去怎么去思考，跟把它变成自己的方式。没错，但是当然这本书也只是个玩具而已，其实并没有太大的这个读书或什么功能。对，没有。对，就是拿来玩，好玩。那我觉得结合今天的这个祝福不知道牧师会跟我们分享些什么东西呢？非常期待。那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牧师喽。Hello， 大家晚安。哇，这本书看起来很有趣哈，而且红色的我超喜欢的哈。魔法书它或许可以跟我们变一下魔术，但好像人生有很多重要的决定，而不是只有变魔术可以有办法的哈。我们看一下今天音乐牧师常常在读，天天在读的这一本书。尤其在圣诞节期，我们一直在看，每天一句话。这本书是全世界最畅销的，已经畅销很多年了，就是圣经。那这一本书圣经里面说的话呢，是我在生活中很重要的，很像是使用说明书。就像刚才说的，其实这本红色魔法它也有使用说明书，是吗？我们人生其实也有一本使用说明书，生活的说明书。今天的这句话呢，是对玛利亚说的，她是耶稣的母亲，是上帝透过玛利亚来对她说，你要生一个孩子虽然你还没结婚你是童贞玛利亚，童贞女，但她愿意顺服，就是愿意相信就像刚才说的哈，她就愿意相信这位上帝的话。所以这个玛利亚就说，我的心尊主为大，就是我把我的心呢把谁排在我的第一位呢？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别人呢，就是把这个主放在这个最大的位置哈。我灵以神为我的救主为乐，
就是我所有的快乐以救主你给我的命令为我的快乐哈。那他真的是会顾念我们哈，而且知道这一位玛利亚真的以后成为万代都称为他是有福的人，他就因为相信，然后他就做了。他其实在当时候一个没有结婚的人生小孩，其实会被石头打死的耶。但他相信这位上帝一定有重要的原因，一定会有办法来帮助他哈。所以这本圣经是会应验的哈，是相信，即便现在不懂，将来会懂。就像那个魔法书，我们在玩的魔法书哈，这个其实一个小小的这个玩具一个给我们也是一个启示哈。我们有没有过我们可能还不懂，但让我们就是先去做，相信了慢慢的长大了就懂哈。刚才我们的罗越导演就说了哈其实音乐牧师也是这样小时候我常常我的爸爸妈妈跟我讲，圣经里面有10诫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哈。那他其中就有讲要孝顺父母这个是在人际之间最重要的，要孝顺父母。那我想这个就把它当作我生活中的一个很重要，跟人之间的一个最重要的，我就先这样做吧。我长大以后我自己当父母以后，真的懂了哈。好，那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了哈。我们的任务，请问一下，刚才这个魔法书看不懂大家都看不懂，那怎么样可以看得懂？刚才罗越导演有讲3个要素，可不可以请有听到的人写在这个留言板？他刚刚有讲怎么样3个要素才看得懂？3个有吗？3个要素怎么样才会看得懂？看起来是有一点难是吗？来看尊重、理解、包容3个要素。好是吗？感觉同心协力也是需要的，对吗？OK， 互相尊重、包容。好，来，我们要请我们的罗越导演再讲一次你的话，怎么样才会懂这本书？三种嘛，就是彼此尊重，然后包容、理解所以对，没错。所以3个就是只要你刚才有书，尊重、理解、包容，顺序没关系尊重、理解、包容的，我们就要请你来分享尊重，罗毅第一个1号尊重、理解、包容好，第2个有吗？尊重、理解、包容，尊重、理解、包容有一个Queen 陈吗？你有多写一个没问题，就是彼此的意思，很好。好，尊重、理解、包容，那么就请这个许心妍也是所以许心妍是几号？3号对不对？同工帮我记一下好，那今天就只有3位可以来分享对吗？好，那我们请第1位同工，第1位是可不可以请他分享？好，第1位好有人举手的原因是好，我们洪启修他后面有在补他有补上有是吗？好，来有4位 OK 好，来第1位请第1位是洪启修来，请分享注意听有4位有4位呢，可是我们要抽3位而已，所以我们还是要请同工请同工转一下轮盘，4位我们
取3位。我们要分享什么呢？我们要先分享，在你的经验当中，你有没有过先相信虽然我不懂，但后来我照着做，后来哇，我就慢慢懂了的，有吗？好，有4位。好，谢谢刚刚同工，我没有注意到哈。这4位可不可以念一下？我的眼睛是不是这4位都有了？有没有了有意义的？启修、洪启修、罗毅，还有 Queen 陈，还有许心妍，好，许心妍，好好，有没有人有意义的？一次你有写，但我没有看到。第2次应该没有哈，有没有？我没看到了。OK， 好，那我们就这4位，我们要抽3位等一下，请你要分享你的生命中有没有过我先相信，那后来我发现我慢慢懂了，虽然刚开始不懂。好，请1、2、3转盘，谢谢。已经结果出来了。好，第1位请罗月来回答。我是罗毅，你刚说罗月对不起，罗毅对不起我头昏了，对不起，请回答，谢谢。好，先相信应该是我国中那时候在那个志工做志工结束之后，就是有一个姐姐邀请我，就说你周6有没有空来就是要不要来教会？我那时候也是不认识这个信仰，但是也是因为他的邀请就来，然后后来也是真的成为基督徒这样。不是你没开麦克风。好，这个谢谢你的分享，很重要哈。谁告诉你的那个人值不值得你信任，是很重要，对吗？哈，好，谢谢你的分享。好，下一位洪启修。嘿，请分享。有，我觉得就是工作上吧，就是因为每一个人他都会各司其职，那为了完成一件事情，其实就是每一个人都要做自己该做的事情，那难免会有一些，就是会有一些纠纷或者是就是会这些纠纷的起因，其实就是因为没有互相理解。那一开始也是很不能理解，后来有组织一些案子之后，就会去理解说，为什么你不想这么做？那你有什么想法？然后去理解之后，其实就可以包容，那也可以让任务更容易完成，可以知道每一个人在乎的点是什么。是人际之间有时候就是真的先相信先相信这个人，信任，然后慢慢就会说原来他会这样说这样做，一定有重要的原因对，好，谢谢你的分享。好，谢谢。下一位Queen 我是只有那个，我以前觉得圣诞老公公存在，但现在我知道圣诞老公公是个传说，而且圣诞节是主日，耶稣基督的日子。是讲完了是吗？所以你先相信爸爸妈妈先相信教会的老师先相信你想信的人说的话，你就去教会。你也相信洪桃梅老师说的话吗？相信哈，很好嘞哈，这些人，那音乐牧师也相信你哈，你一定很认真，对吗？你常常会去思考，对不对？好，谢谢你的分享。好，那我们就从这3位刚才分享的，我们要来抽抽转盘咯。好，预备好了吗？好，预备咯。好，转盘在哪里？再看一下自己的名字有没有在这转盘。刚刚是这3位分享，对不对？有。对哈，有哈。好，罗毅跟启修有哈。好，来，那我们就要开始咯，倒数5、4、3、2、1，转盘。好紧张！哇，越跑越快，快停了！什么色？橘色还是什么色？呀 ，Hello，
我们恭喜启修，洪启修，我们恭喜你啊！太好了哦，启修谢谢上来几次？上来几次了？应该有4、5次吧。 4、5次哈，恭对喜你啊！今天终于得到这本魔法书，但音乐牧师也邀请你，你跟圣经可以轮流看啊，好吗？谢谢。相信一下这本圣经。好，上帝祝福大家，大家晚安。我们明谢谢天同一个时间见啦，拜拜。好好休息，明天重新得力，耶，拜拜。